家好啊，我叫安然嚇。平時咧我都會去中學、小學、大學咧去講唔同嘅講座。其中一類嘅講座咧就係啲虛擬世界咁樣。咁而其實近呢幾年咧，其實虛擬世界都變化得好大。有陣時咧都好多嘅人咧都唔係太明白，特別新一代究竟咧佢哋而家進行緊嗰啲活動咧係乜嘢嚟嘅咧咁。譬如咧有一次我去一間小學，見到一個小學5年班嘅女仔咧，佢同一個虛擬人物咧係拍拖咁樣嚇。亦都有一個大學嘅1年班嘅女仔咧，佢都玩一啲嘅手機遊戲咧，係同戀愛有關。咁一開始咧，其實我都唔係太明嘅，但係咧慢慢當我同佢傾偈啦，慢慢去了解嘅時候咧，開始明白多啲，甚至乎咧去知道點樣去引導佢去翻咧現實世界嘅關係。咁原來咧呢個過程咧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呢一方面啦，究竟新一代同虛擬世界中間嗰個關係啦，究竟屋企人可以點樣同佢哋去溝通啦？甚至乎係重建翻嗰個大家屋企人嘅關係咧，其實咧我都好想分享多啲呢啲嘅例子俾你聽。咁咧你一定要去3月6號禮拜5晚7點半即係我哋有個講座叫做 Z 世代與家庭的距離，讓我哋咧用智慧同埋信仰去了解更多虛擬世界同埋新一代究竟咧即係同我哋屋企嘅距離係點樣重建翻彼此嘅結連呢？好，到時見，拜拜。